听 link 个打起来。好 ，OK， 我来开这个。台语文记业网站，检索，教会公报，第5期。因为读到第几页，袂记第5页款。第5页，我应该爱摕一本簿来记讲，读到第5，读到这文字，读到袂记。后悔我才帮你记落一个，我家己嘛是袂记。爱记者，我摕一本簿仔来记。谱啊！我先先做先记着。教会公报。29页，我看张话是读到遮吗？安息日的法度是上帝本身性这读过第一就是安息日的法度是上帝本身性，互咱通归荣光伊的尊名。这个读过林子中讲，论安息日的大路应照新闻。16第1本是毋知有中国读过。守安息日有几若项的利益？第一，身体停困的利益；第二，身份的利益；第三，讲究圣经的利益。潘明和讲，论安息日有几若项的法度？第一，传道理的人，着将伊所要传的道理。量性讲究去深微，到有滋味，毋通拢无讲究。到安息日，则随便讲，兄弟听了就无利益。这应该拢读过吼。第二，道理若有弊办，到深微，到时，当一个人也着。约束囡仔，互伊恬静，互兄弟上啥？这详细听。好，顶回应该是读到即只啦吼。顶一页。好，咱今仔对遮，咱对即个潘明和讲遮吼，再搁开始读起啦吼。OK， 大家好吼。
伫咱读进前吼，其实昨昏有一个词吼，我本来想要早咧无时间吼，所以就是我昨昏甲迄个 Marina 讲，overlap 台语要安怎讲吼？你想 overlap 华语要安怎讲？华语叫做重叠对无？重叠吼。台语顶台语嘛是重叠啦吼，你若汉语写起来嘛是叫做重叠。啊，读音是叫做顶塔，三顶堡，三顶堡的顶，塔是就是塔就是塔要安怎讲？就是一塔银票，一塔纸迄个塔啦吼。所以你讲一塔钱吼。一叠纸一叠的吼，重叠一个叠纸嘛是台语咪叫做塔吼，一塔啥物物件呢吼？查一下吼，台语数理化改做英文吼，顶塔 TNG 第5声，塔 THAH 第8声，哦，顶塔重复哦。三顶塔欠，就是一欠搁再欠，个顶塔欠就对了吼。遮吼顶塔，抱歉个，对，三顶塔吼，顶塔欠吼。好，咱对潘明豪遮开始读起吼。我set up应该拢好起，拢好势吼。我甲即张甲 copy image address 甲顶搭咧遮。潘明豪讲，论安歇日有几若项的法度。第一，传道理的人着将伊所要传的道理量身讲究去深微吼，量身就是拢省吼，华语叫拢省就是要安怎讲？袂晓过细，看字典安怎过细吼。量声 ，LIONG 声 SENG 第7声，量是第几声吼？量声吼。有啦吼，有如啦吼，泉水量声吼，就是真有够额安尼啦吼，免烦恼无啦吼，叫做量声吼。所以即只是讲，传道理的人着将伊所要传的道理量身讲究吼，去深微，就是深入、微妙。叫做深微啦吼 ，CHIM BI 第5声吼，深微。啥物？哦，即个词可能无啦，对啦，因为这是家己发明。深微吼 ，CHIM BI 第5声。我看出台语有无？CHIM 深微 BI 第5声，嘛无吼。深就是深入的深嘛，微就是微细的微啦吼，深微。够有滋味吼，就是你要讲道理的人，你着讲究就是研究啦吼，量身研究到真深入的程度，安尼吼，够有滋味吼，加
研究到有滋味的程度，毋通拢无讲究吼，毋通讲拢无去研究你所要讲的主题，到安歇你才随便讲吼。讲即个传道人啦，或者是讲牧师啦吼。兄弟听了就无利益吼，这是第二。道理若有备办到亲密，到时当一个人也着约束囡仔。囡仔，伊是写囡仔，即个腔口啦吼，无共腔口。互伊恬静，就是爱家己，莫互囡仔担仔吵吼。互兄弟上啥物呢？后一啊，详细听吼。道理虽然辩就是离辩啦吼，传辩伫遐啦吼。人若听无真，也是无路用吼。道理虽然辩，人若听无真，也是无路用吼。第三，等下，即个辩理吼，咱来学一下吼。用古字是辩理吼。道理虽然辩，即个辩是啥物意思 ？PIAN 第七声，就是现成现有啦吼，现有啦，辩伫遐嘛吼。第三个归水啦吼，现成现有吼。其实我爱讲鬼蛇，我总尽量用我的腔口咧讲，但是有时捡袂转来吼。鬼蛇，便衫便菜，好无？我讲啊，食便饭吼，意思讲我著已经传好啊，你便歹势安尼吼。袂便呢？袂便的意思是啥？比如讲，你去买迄已经煮好的菜，煮好的物件，叫做袂便的。买现有现成的啦吼，毋是反复做吼，就是你毋是去特别去订做，是伊有啥物你就买啥物，叫做买便的啦吼。当然毋是干那买车，就是讲伊即只意思是讲，譬如讲你去买迄个成衣啦吼，成衣就是已经便的嘛吼。啊，你若去订做西装，迄著是反复做吼，所以买便的毋是反复做吼，就是安尼吼，安尼讲就有听有吼。啊，第三，另外一个例句是钱你有变无，就是你有现钱无啦，钱你有变无吼。这是变吼，变当然有其他意思啦，毋过咱今仔日就是学即个古字的变理，就是有迄个现有的即个意思吼。便衫就是拄则讲成衣就是便衫啦吼，台语叫便衫。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啦，但是讲便衫你来听有就影吼。便菜这一定听有，我相信应该较常听着啦吼。便饭便菜吼，就是安尼。好，这是便利吼，所以学即个便利就会当足方便讲啦吼，表达你现有的物件吼。OK。所以即只吼，道理虽然变，道理都已经踩伫遐，但是咧，人若无听无真，也是无路用吼。歹势。第三，兄弟有时无来礼拜，有诶是破病吼，有诶是零星。当一个人着查看无人无来，到礼拜煞着去因兜吼，一心的兄弟也通甲因去吼。这电话敢有读过吼？看因若破病，就安慰因，搁将迄日所听见的道理讲互因听吼。看因若是零心，着苦劝因吼，总是着有哪责备吼，毋通趁私欲吼。看因若是零心，着苦劝因吼。啊，即是讲总是着有哪责备
云啊切臂，什么意思？溜溜啊切臂啊吼，云啊，查一下云啊，云，慢慢的，嘿，啊对对，伊嘛是慢慢的啦，云啊，云啊，对，应该是安尼吼。哦，云啊，看来吼，缓慢吼，云啊行啦吼，即讲云啊行，云啊拖吼。哦，所以云啊无我拄则讲的迄个溜溜啊意思，吼，是看啊意思吼。啊，查一下即只云啊，云第5声啊，第2声云啊。云啊来，我是定定听着啦吼。云啊，看，缓慢 ，slowly, cautiously， 哦，细字吼，云啊，云啊行吼。好，即马即个册台语诚愈来愈利便吼，伊连即个所有即个台语文著作内底有用着的词语嘛，甲你讲吼，像即只来讲。天开判所写即个出世线，第216页第2拍第6纸，吼嘛有用着云啊，即只是伊无讲即本啦，无讲即本教的公报内底我哪有用着吼云啊。好，转来教的公报，吼有逐搭甲接臂啦吼，总是爱逐搭甲接臂吼，逐搭来吼，毋通趁私欲，即就是即比讲毋通趁私欲，趁私欲是啥物意思？就是毋通趁你个人的意思啦吼，趁是顺趁吼，就是顺从家己的意思，顺从家己的私欲吼，私欲吼，就是毋通趁私欲吼。即个含各位分享一下吼，其实这是圣经教示的，我伫遮学着吼，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其实拢自私吼。自私是，其实你足歹，你要安怎去定义自私？就是其实自私就是趁家己的私欲吼，就是你顺从你本身家己的意思，其实就是自私啦吼。所以其实无应该用自私去责备人吼，因为每一个人拢是安尼，你绝对是顺趁家己的意思。你巴肚枵想要食你想着啥，你就想要做啥，一般拢是安尼啦吼。所以无必要去指责任何人讲啊，即个人自私。其实每一个人拢是自私的吼。好，吴义讲吼，伊的名叫做吴义。伊讲我看即第5期自头到尾，可能拢是会员的发表的即个讲话啦吼。我旧年去长山看见几若所在吼，即个长山一直拢是台湾讲迄个Mainland China 迄种讲法吼，长山一直到当时呢，一直我细汉的时嘛，佫听人讲长山吼，到当时才无去咧，到差不多大家讲大陆的时阵都无去吼，尤其是你惯势讲华语的时阵，你就无可能讲唐山嘛吼。我旧年所以为虾米较早讲外省人话叫阿山？就咱敢若即嘛讲大陆人叫阿拉甲相款嘛，就是迄个蔑称啦吼，算无客气的讲法吼。啊，摕迄个长山的山字甲即个大陆的陆字来用吼。我旧年去长山看见几若所在吼，捌住伫泉州过礼拜即个是过礼拜。好啦，过礼拜嘛是会使吼。捌住伫泉州过礼拜，有看见几若项同学，我大先有接到李牧师所说的早礼拜应该是讲早起时所做的礼拜吼，无亲像长山的款吼。我大先有接到李牧师所说的早礼拜，无亲像长山的款。传道理的人组织百姓祈祷，
后来逐人摕一本圣册，看若有诶无摕就，看若有诶无摕就摕互伊，若毋就囥伊罔看。后来就教是因1点，还是半点句，1点句还是半点句吼，1点还是半点句，1点句半点句即种讲法，我是毋捌听人讲过吼。后来就教是因1点还是半点句吼，就是教他们一些金句或者是半些半点，怪怪哈。好，咱继续看。所以我得到教是倒转来3年，这个3是啥物意思？就叫兄弟自集，亲像遐个款式吼，亲像伊伫泉州所看到的款式吼，因拢欢喜逐礼拜得到利益，也着有法度通知兄弟什物人无来礼拜吼。传道理的人着捌兄弟的名来记，捌兄弟的名来甲记起来吼。知什物人无来，通对长老讲吼。前年我伫阿猴就是屏东啦吼，迄所在教会的兄弟有人来买菜，来买菜，寄人的厝，寄人的厝，正来礼拜，即个正来礼拜，即个正是啥物意思？应该是正，就是我查者吼，正来礼拜 ，CHIANN 第三声吼。真正确实正确，头前正面右边正手边吼。所以这正来礼拜拢无适合啊，即正确真正啊。我是感觉这是太薄吼。对，就是我认为是太薄，应该是讲有人来买菜吼，寄人的厝才来礼拜啦，应该是安尼啦吼。我是认为是太薄，但是这个太薄有加这鼻音这个吼，所以这可能嘛毋是太薄吼。我本来想 CHIAH 啊，就是安尼可能是太薄，歹讲吼。有人就是人买菜啊，甲菜寄伫别人兜嘛吼，再来礼拜。我听见就去找因，互因见笑来认罪。为虾米遮认真来礼拜？伊为虾米去找因，互因见笑来认罪？我看嘛，啥物意思？前年我伫阿猴迄所在教会的兄弟有人来买菜，寄人的厝，正来礼拜。我听见就去找因，互因见笑来认罪。歹势，我完全无理解，讲人来礼拜，你佫走去甲讲要互伊见笑来认罪，这是啥物意思？我认为是有啥物所在我读毋对啊，是安怎？但是我看袂出来。教会的兄弟有人来礼拜，来买菜，寄人的厝，正来礼拜。安尼有啥物需要认罪？好，后一个是乌古讲，即个6月伫目沙的长老执事参详，每礼拜日的早起9点，着大声做
昨礼拜来读圣册吼。这目屎毋是台北的目屎吼，是高雄县的目屎吼。伫山内底吼，逐教会的当日的着斗相帮，传道理的人家己无法治，因也是教会的找用，毋是因为着钱，着欢喜来相帮。伫遐捌白话字的人较少带圣册，也毋听传道理的人的苦劝。巴牧师去目屎将要入教的名字记在孝谱，托中我逐礼拜甲因自习，总是无啥物进步，有诶提示，有诶苦，有诶鼓处，有诶提示，有诶鼓处，有诶无来。若久若稀微，到牧师来问因无啥物话通应，是一人无法治吼，就是靠一个人无法治啦吼，靠牧师无法治，着爱逐个斗相共吼。过来王贤讲10:04吼。王贤讲啥？安息日兄弟得着利益较恶质吼，因为因无带圣册来，若亲像看无要紧。传道理的有新旧约是无够额用。逐所在的教会着备办便通互人买吼。我又搁看无即段咧讲啥？传道理的有新旧约是无够额用。传道理的有新旧约是无够额用。逐所在的教会着备办便通互人买。应该是讲传道理的人有新旧约性质，但是无够额通用，所以逐所在都爱备办，互逐个有通买着，安尼买着圣经啦吼。吴家母讲，姓吴名做家母啦吼，家母就是 chicken 吼，hen 吼，家母吼，买新哦。我为啥物一看知影讲这是家母？因为第一点台语的同音词足少的吼，你若看家母，应该无别种家母啊，就是迄种家母吼。所以我昨嘛有讲，就是讲其实我这毋是讲第一遍吼，就是台语的同音词其实是足少的吼。你若会晓用词的话，你去查迄个词，你就知，你拍一个词的音入去了后吼，共一个音的词其实是足少的吼。买新旧约到脚臂是好吼，新旧约伊讲新旧约就是讲圣经啦、圣册吼，因为新约旧约合做伙吼。伊讲买新旧约到脚臂是好吼，还佫有诶毋捌字吼，讲。有圣经传便互人买是好，但是有人根本就袂晓读嘛吼，毋捌字，的确着备办大张的白话字母。大张的白话字母是啥物意思？大张应该是 uppercase， 等下查者吼。大伫拜堂里，互众人学。大张敢是讲？大张纸应该毋是，我认为大张是 uppercase 吼。大张，因为我敢若较早捌学过啦，有一点仔印象，但是无啥会记，无啥确定吼。大张第7声，
张 TIUNN 吼，啊，大第七声张 TIUNN 对啊，我无拍毋对。TOA 第七声 TIUNN，竟然无大张。完全无是啥物意思呢？大张，大张，大潮，真正拢无。我看若英文 upper case 要安怎讲？我查另外一本叫做英系哦。夏英大书店吼。个一个字母伫遮，无 upper case， 除了讲 upper case， 敢佫有别种讲法 ？capital 无。UPP 啊 ，CAC， 哦 ，CASE， uppercase capital letters as opposed to small letters。我即个。甲写 one word， 毋是，应该是 uppercase one word。UPPE 啊，真正拢无。拢无。capital letter。大写 Marino 讲大写，无大张。好，歹势我实在查无。我袂记我伫倒位看，讲大张吼 ，upper letter upper case 大张。另外，即只查一个大 TOA 第七声 TIUU TIU wild card。大 D 咧，无啦，无。好，咱继续看啊。的确着备办大张的白话字母，搭伫拜堂呢，互众人学吼。这1885年啦吼，佫足侪人是
伫教会，但是伊看无白话字吼，所以当阵搁伫教育的时代，搁是当伫教育的时期啦吼，一直到我相信到1920几年，应该着足侪普遍都拢会晓的啦吼。所以因后来不管啥物出版品，其实拢是用白话字吼，教育公报社吼，一直到战后嘛是搁继续用白话字，用到国民党甲禁止吼，莫名其妙啦，无爱互人写字，着对，这是莫名其妙吼。好，老无清讲吼，讲道理以外，安歇日也着读几若样的册。利益人吼，看是要礼拜了读，还是袂礼拜先读吼。逐礼拜照次序读淡薄吼，读淡薄我是用轻声去念吼，读淡薄吼，这是伊即个飘法写读淡薄，互人较知道理。读淡薄是甲淡薄放伫后壁较做重点，读淡薄是甲读即个词做重点吼。当台语即种表达法，你甲变轻声的时阵，就变成讲伊是较次要的吼。互人较知道理，较毋爱让礼拜吼，较毋爱让礼拜，就是跳过一礼拜歪，就是礼拜跳过去歪去就对了吼，因为减一礼拜无去，就减听一站的册吼。若礼拜日顶下，若礼拜日顶下晡下晡是啥物意思？下晡两摆，若礼拜日顶下晡两摆，简单抓两位的圣册做题目来讲。10:15分，我看者。若礼拜日 TENG 顶吼，顶下晡两摆，我看无即个顶是啥物意思。TNG 第二声，就是个顶尔，无别种顶吼。即种顶是亲密的亲啊，叫做顶啊。无就是较早人咧卖药啊吼，中药材啦，啊摕一支亲啊，伊叫做顶啊啦。吼，药顶吼，顶啊，顶云吼，啊，过来是顶面，即个顶，啊，即个顶是啥物？若礼拜日顶下晡两摆，顶下晡两摆，顶下晡，顶级继承毋是啊，时间进程，顶下晡，顶日我知啦吼，前日嘛吼，顶日。上礼拜嘛，顶礼拜。是顶两个礼拜。伊讲下晡哩，顶下晡啥物意思？若礼拜日顶下晡两摆，我就看无啊，我真正看无啊，毋知你讲啥。啊，歹势，伊毋是，啊对，是下晡啊，对啊。顶下晡。顶下晡两摆，我看无。真正看无，毋知你写啥好。简单抓两位的圣册，抓是摘录摘要吼，简单抓两位的圣册做题目来讲。
好，这是听道理较久的人，所以这真正是 typo 啦。伊家这 CHIH 吼，拢 typo 做 CHIN 去啊，伊白字的人毋捌白过字的款啦，CHIAH 拢加做，安尼我都读毋对啊吼。就是讲，这是听道理较久的人才会晓得听吼。若是有拄仔来听若是有拄仔来听的人，就无啥物会明所讲的，无啥物会当理解所讲的，你讲啥啦吼？所以若礼拜日顶下晡2摆，简单摘2位的姓册做题目来讲，这是听道理较久的人才会晓得听吼。会不会是连在一起写啊？上下午哦，顶下晡什么意思啊？顶晡跟下晡啊？哦，顶下晡，然后2摆嘛？顶晡，但是顶晡是上午啊？顶下晡，嘿。啊，是顶下晡2摆啊？哦，顶晡甲下晡就会使，但是对，顶晡甲下晡安尼对啦，嘿，你讲的是对啦，嘿，就是顶晡甲下晡啦，但是伊敢若下晡甲hyphen起来，所以我都看做下晡是一个字，应该是顶晡甲下晡2摆啦，吼。若礼拜日顶晡下晡2摆嘛，吼，就是两摆礼拜嘛，有人我知影有的教会就是顶晡一个礼拜，下晡一个，搁一顿安尼吼，敢若摘2位的姓册做题目来讲，吼，所以就是甲圣经内底找2位，找2句出来做主题来讲嘛，吼，做题目来讲，这是听道理较久的人才会晓得，才会晓得听，就是讲。你本来对圣经就有熟啊，所以凊彩摘2句出来讲道理，你拢知影吼。啊，但是你若拄仔来，就对圣经无熟嘛吼，就无法度像安尼明白，就无法度明白所讲的是啥物嘛。啊，意思就是讲你爱来读圣经来头前讲的吼。我搁重复啊，但是你拄则讲是对啦吼。顶下晡啦，我拄仔咧读几部看无，就是伊即个hyphen安尼写我看，伊若莫 hyphen 可能佮伊甲顶甲下吼 hyphen 起来，我电脑较看吼。想到一项代志吼，就是我即马其实看足侪人，伊咧写白话字，伊甲 hyphen 拢完全拢摕掉。我较早也袂当明白，因为安尼足歹读诶吼，因为有时仔你读袂出来吼。你看拄则安尼hyphen 毋对位，我就已经毋知影意思啊。所以你 hyphen 若摕掉，有时仔真正你无法度通看，一时仔读起来较辛苦啦吼，无法度一个就知影讲伊当写啥。后来我才知影为虾米因要安尼做，就是讲因希望讲台语白话字会当文字化，毋是讲漂音化，伊毋是用来漂音，伊是本身就是一种文字啊吼。所以希望讲每一个词就是一个字吼。前年就是甲这摕条变前年是一个词安尼吼。好，所以我会当理解，而且我认同啦，但是我是袂安尼写啦吼，因为我知影足学读的吼。你个袂晓读白话字的人，深遮学着已经足辛苦啊，忽然间要无hyphen，要搁叫你家己去断迄个字，家己切断吼，你切袂准吼。若是要读《天路历程》吼，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吼，就是叫《天路历程》。真福问答，真福问答。教会内底伊有时仔用问答的方式来学道理啦吼，就是问答题啦吼，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应，一问一安尼叫做回应吼，一问一答吼。啊，真福问答就是可能是一本书叫做真福问答吼，甲侪别样的外册吼，外册
外册是讲外性教会以外的册，是安尼吗？较济别样的外册吼，就人快明也欢喜听吼。就是讲，若用若读什么天路历程、若真路问答即寡啦吼，佫是或者是其他圣经以外的字啦吼，人着较快明白，较快明白道理，也欢喜的听道理，也较心无读册吼，较心无来读圣经。论，歹势吼，我的电脑毋知倒有问题，直直嘟嘟嘟嘟的声吼，我嘛毋知要对甲停起来。好，10:24。论姊妹也着有捌白话字的妇人人，甲因读，还是读分因听，也是不极有利益，因为有时少年的姊妹伫礼拜堂。若要问伊道理，伊也无啥物甲讲，安尼就毋知伊听了会晓得抑未。若有姊妹会读册分因听吼，姊妹吼，因即个应该是台南的腔口吼。然后姊妹我着较袂惯是安尼念吼，因为我讲姊妹吼。然后姊妹会读册分因听，也是真好。兄弟用得讲，即个用字有无共意思，无几啊种意思。即只用字我毋知伊是对一种吼。兄弟用得讲，等下来看用吼，咱先继续看后壁讲啥。用得讲，做生理的人爱犯着安息日，亲像7月13、14、15、12，12月27日、8日、9吼。以外，还佫有别的节日，若拄着即号的节日是安息日，真恶伫放煞，因为一年所望几摆的节日较好趁吼，较好做生意就对了吼。佮有时欠人的钱，也是望即日所趁通行人吼。OK， 所以拄则讲兄弟用得讲，做生理的人爱犯着安息日。用得讲，用有两种意，我知影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较早以早吼用，用过吼；一种是永远的用吼，一种是always 吼。咱来查者吼。OK， 一种是结局当然吼，伊无迄个严格遮严格的过去吼，永年吼严格，另外是结局当然，人用会死一摆，吼用无迄条理。直接看骹算用话跋落海，其实咱即捌看过吼，即有看是，即只是讲一定啦吼，结局嘛，当然嘛吼，一定嘛。所以即个用字伫遮应该是过往以早咯，用过，
英格你讲吼，兄弟英格你讲吼，做生意诶人爱犯着安息日吼，亲像7月13、14、15，歹势7月半啦，7月半好做生意哦。7月毋是讲7月是几啊个歹做生意。12个是日七日八日9吼，我毋知。哦，就是过年前足无用嘛吼，而且这毋是新历啦，吼，是旧历啦吼。好，五日，歹势要袂，伊讲诶，咱要读了吼。真恶伫放散嘛吼，因为一年所5万几摆诶节日较好趁吼。阁有时欠人诶钱，也是5万讲即日所趁行人吼，行人即个两个海分，即个后壁人就是轻声吼，行人吼。啊，台语即种表达法就是讲，我拄则讲诶，行就是变重点，人是对象是次要嘛，你要做重点是要甲钱行掉嘛，行啥无遮重要吼。也有兄弟辩驳讲，若安息日毋通卖物，怎样通卖药吼？就是讲安息日若袂当卖物件，有怎会当卖药啊吼？因为开药店毋若咱若目的袂伊就会过别间店去拆，是安息日无卖药也会做滴。也有兄弟辩驳讲，若安息日毋通卖物，怎样通卖药？伊解说讲，因为但是伊解说我看无吼，因为开药店毋若咱，即咱理解吼。伊讲开药店毋若咱，所以咱无买。咱若无伫咱若无伫卖伊就会过别间店去拆药啊啦吼。但是讲拆药啊吼，就是去买药啊吼。是安息日无卖药也会做滴吼。所以伊即个问答是讲，若问伊讲啊，为虾米你讲袂使卖物，但是怎会使卖药啊吼？啊，伊的回答是讲，其实连卖药啊嘛袂当吼。你无卖药啊，你莫想讲啊，我无卖药啊，互人艰苦病痛，人会死啊是啥？即重大嘛吼。但是讲，其实你就算你药啊无卖嘛，袂要紧吼。因为伊会当去别位拆药啊，因无一定来你即间拆吼，你无遮重要就对啦，意思就是安尼吼。咱来有一个听哩，较早讲买车票，毋是用买吼，叫拆车票吼 ，THIH。即嘛，若会晓安尼讲，就算台语足老诶吼。拆当然是离开啦吼，甲拆开嘛吼，拆纸拆字啦，我毋知啥物叫字啦段，等下有机会来查者吼。吼，纸拆线塞吼，拆破三仔裤，即拢是撕开吼，撕破的意思吼。第三是拆除，所以台语拆除了撕裂，阁有迄种甲伊 demolish， 你知甲拆掉吼。拍线租赁的物件，即个线是毋是用对啊吼？第四是根据处分去买药啊吼，所以买药啊是拆药啊，买车票拆车单吼，拆车单拢是买的意思吼。第六个分割啥？分拆吼，拆合订就是分财产。我毋捌听人讲 ，OK。第七，
鬼说说明吼，拆明拆互伊听，就是 analyze explain 吼，拆互明拆互伊听吼。第八是零次组合部分的组数词，即个零次分做4拆。我来查一下，啥物叫二搭单，啥物叫零次吼？拆二搭单。10:33，二搭单每日拆的日历啦吼，每日拆日历叫做二搭单。算命记载结婚日子的纸条嘛叫二搭单，就是顶头写日子的单啦吼。啊，所以写日子的单就是二搭单。吼，比如讲算命所写日子的单，或者是你壁顶写日子的迄个单吼，叫二搭单吼。我嘛今仔才学着啦吼，毋捌听过吼。二搭单，搁一个叫零次，看一下啥物叫零次。边段拍字想讲要 copy 结果无去零第5声，次第3声，零第5声。第6 ，OK， 零次吼，我拄则有想着啦吼，应该，所以就是我拄则想者最公德的诗，献予诗人的纸厝，吼，啊，制式了后收掉，即个是零次。咱一堆看对遮来，咱煞袂记。哦，拆药啊，拆零次吼，拄则要讲即个拆，为虾米讲到零次 ？THIAH。THIAH， 零次组合部分的组数词，一个零次分做4拆吼，安尼听有无？迄纸厝啦，古个纸厝，因为伊爱拆开才阁组起来嘛，啊，所以伊讲一拆一拆安尼啦。所以你若是物件是组起来，你就会当甲迄个 part 叫做一拆，因为是一组。整个即个一部分啦吼，叫做一拆吼。好，看到倒，看到这车拆，拄则是拆啥物？拆药啊吼，讲去拆吼。好，安尼咱读到遮啦吼，36分，我看觅啊。搁4分钟吼，我搁加读一段吼。五礼智讲，人听道理无相款，有诶听较袂明白，讲道理诶人着吞忍，甘愿阮仔搁介意吼。读白话字也是安尼，亲像桥仔头有2人听道理有5年久，犹阁毋知耶稣是上帝。呀，这吼新约基督教吼三位一体啦吼，耶稣是上帝，安尼讲到底是对啊毋对吼？当然犹太人就是讲你毋对，你邪教啦吼，耶稣是人啦吼。啊，所以基督信教吼三位一体，耶稣是人嘛是神吼。啊，当然对一神信仰的犹太教来讲，除了上帝以外无别项神啦吼。所以讲耶稣是人嘛是神，绝对是袂接受吼。后来佫教伊，佫问因
后来佫教伊，佫问因就捌吼，就是后来甲因教啦，讲三位一体上帝啦，咱耶稣就是上帝啦。其实我感觉这安尼教无一定对啦，因为讲爸囝圣神嘛，耶稣是圣囝，毋是上帝吼。我认为是安，但是伊佫是上帝，因为圣经内底耶稣嘛是安尼家己安尼讲吼。我是啥物道？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啥吼。后来佫教伊吼，佫就是甲即教因，佫问因就捌啦吼。所讲6日的中间，着讲究道理有离去。所讲6日的中间，着讲究道理有离去。离去就是离去啊，离去嘛。但是伫即有啥物讲离去，我都毋知吼。离去 KHI 第三声吼。哦，离去就是道理啦吼，伊讲的话有一个离去吼，有道理啦吼。OK， 所讲6日的中间着讲究道理有离去吼。安息日讲2摆，虽然会艰苦，也犹佫着甘愿吼。这应该是讲道理的人啊，对讲道理的人来讲吼。当一个人也着甘愿三帮吼，虽然无钱赚，互兄弟敬伊，就是因为安尼，敬就是甲敬出来啦吼，敬伊出来做当一个人嘛吼。好，5礼伫讲的遮讲煞吼，咱着读到遮。注记一下，无后尾佫找无啊吼。第31页5题伫讲煞。好，敢有啥物问题？41分啊，我看觅。阿皮敢有看到有人有啥物？应该无啦吼。无啊，就是拄则迄天路绿灯。然后就网络伫遐查找时阵看到佫有迄 Google 的有图书 ，Google 图书有资料。嘿，对，天路绿灯伫咧教会，因逐个应该拢知影即本书才对啦，但是我毋捌看过，我毋知影主要内容是啥。有人刚刚很惊讶有那个就它有资料图书 ，Google 图书有那些，我有贴链接在上面。有啊，你若要看顶头拢有，免钱的，因为迄应该拢无版权的，随时拢会使看哈。拄则最后迄道理有离奇。有离奇，嘿。离奇是啥？伊讲就是有道理啊，吼。所讲。道理有离奇，就是离奇是进入哦，离奇啊。毋是离奇，离弃，道理的理，遮有我遮写画面你看到无？离奇，伊讲的话有一个离奇，嘿。啊，离奇就是道理啦，所讲的道理有道理安尼。对，我刚刚就是混淆了一下。OK， 谢谢。对啊，但是我嘛毋知你讲啥，所讲6日的中间。着讲究道理有离去，安尼我毋知你讲啥，我真正毋知你讲啥。有时啊，因这古早所讲的这个台语，我真正毋知你讲啥。就是道理是，就是后面的离奇无离奇，应该是形容，就说上这个道理很有道理。
对啦，就是头前是 noun， 后壁是 adjective 啦，吼。头前名词，嘿，头前是名词，后壁是形容词啦，吼。OK，对，应该是安尼。啊，嘿啊，有理气啊，但是平常你讲有理气是听有啦，就知影意思哦。啊，即个人讲话有理气，知影伊个意思吼。安尼我毋捌听过。哦，你捌听过，安尼学起来就对啊。讲啊，即个人讲话有理气，就是讲了少条理分明啦，吼。你若华语就是安尼讲，条理分明啦，吼。OK， 条理分明。就是有理气，吼。OK。好。好，多谢安排。无客气。其实我的名叫做阿冠啦，吼 ，KOAN 电话声是。一直念错，阿冠。嘿，是。好，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啦吼，感谢各位来大家来学习吼。啊，希望会当搁较侪人来认捌白话字吼，来读白话字的文献吼。啊，希望毋知啦，毋知叨一天，希望讲白话字会当诚做伫咧台湾会当通用的文字。当然，即个是足大愿望，足远的理想吼，希望吼。安尼到遮。感谢各位，祝大家今仔日拢平安顺遂。好，再会哈。多谢大家，多谢关。